贾书房继续要来关心狗卖跋落去树骹，互人抓着。台湾狗山已经唔是保育类动物，最近不三时发生狗山弄入去人住的所在附近伫咧乱。南投林管处森林的护管员伫咧昆林拿来乡的山区发觉这只狗山掉入咧大型的笼仔内，走袂得出来。经过秘密附近收集证据，看到两个人来到现场，怀疑讲可能是因涉马和坑，两个人拢证无。因为这个案件牵涉到动保法，即马警察正咧调查。 一只狗受困伫咧铁笼仔内，真着急跳来跳去，就是走袂出去。小小的身躯跍伫咧内底，无辜的模样，互人看了真唔甘。南投林管处松林护管员进前伫咧分林拿来乡的山区，发现这只狗互困伫咧大型的油宝笼仔内底，当场就等伫咧遐来找证据，查到两个来巡视的可疑的查甫人，但这两个人拢讲毋是因来坑，来问当地民众，农民真无奈，讲因为狗实在是伤济，严重来影响收成。威网也无啥了啦，威网个迄惊尔啦，你来遐无啥食落来啦，伊种笋头咧挂起笋头吼，伊会食迄笋头啊。 啊，笋好食啊，即摆无哪食伊落来啊。分林拿来乡大山线附近，平常时就真济狗对山顶走落来山骹结规阵，为着要阻止这狗入来农园破坏，农民家己来做铁网仔，但是也是无效，更加唔知影家己来设这个油宝篮仔会来违法。我唔知影了，安尼爱申请下。有人有需要就爱来请呗。只要是野生动物，就一定受到野生动物保育法的保障。如果有猎捕、宰杀的情形的话，会受到6万块到30万的罚款。因为专案业绩动保法，警方当咧调查，若是确实有违法，会根据动保法处罚6万到30万。若家己来设这个油宝篮仔，农业处嘛会当依法来罚5到25万。农民想要赶狗，就算无伤害，抓的方式嘛着爱细腻，避免来触发。记者综合报道。